各位觀眾，愛心傳送25週年慶祝國慶，風韻先音獻愛心粵曲演唱會現在開始。不知道在那天邊可會有盡頭，只知道逝去光陰不會再回頭。每一串淚水換每一個夢想，不知不覺全流走。不經意在這圈中轉到這年頭，只感到在這圈中經過順逆流，每個那紅眼光，共每聲有善笑聲，默然一一嘗透。幾多艱苦當天我默默接受，幾多辛酸也未放手，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，只跟心中意願去走。不相信未作犧牲竟先可擁有，只相信是靠雙手找到我欲求。每一串淚水換每一個成就，從來得失我睇頭。天娜姐你好，你好一曲順流逆流係咪你多年嘅心聲呢？係啊，係1/4個世紀，係25年嘅心聲。哦，咁耐嚇。我相識咗大家有啲都唔止嘅，其實有30年嘅，因為呢30年我都做好多老人嘅服務，係咪啊？咁有咩促使你玩到25年咁耐呢？因為我做老人服務啦，咁咧就成日去表演，又話劇啦，又跳舞，點知佢哋唔中意瞌眼瞓，點知我唱歌佢哋就拍手掌喎。